各位觀眾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八字教室。我係節目主持人封家麗。今日咧，我哋想講一個話題咧，就係話擇日搬屋，擇日睇呢間屋好唔好個方法。將我哋嘅話題咧寫喺度啦。搬屋啦，咁就要點啊？擇日啦嘅方法點樣睇？同埋第一，仲要睇呢間屋住唔住得到。你寫喺度。要知道咧，可唔可以入住？啱啱呢個好重要嘅嘢嚟㗎。咁我哋喺度睇咧，就係話引用筆法符第一句，前後引從，升遷吉。咁啊，佢筆法咁，我哋點樣去睇前後引從啊？我哋要知道咧，點樣去認識前後引從，乜嘢為之前後有佢寫就係咁，我哋要識睇前後引從咧，就係第一係睇法用。法用係咩啊？係害嚟㗎，係害嚟㗎。第一課係害，天後居害，自是處理晒所有嘢。我哋會加深印符㗎。佢哋只係講咗前後引從升遷吉，一陣我會做啊。我哋會加入深印符去決定呢間屋可唔可以住㗎。呢個係自是貴人居子解分騰蛇居丑盤龜可以住㗎，兩年合約住完就走。呢個係可以做。佢係前後引從升遷嘅點位睇前後，佢法用喺呢度，即係呢度，睇到未？即係課法用，最後嗰課法用，最後嗰課法用害嚟㗎嘛。我哋害要睇落去嘅地盤。地盤係戌嚟嘅，睇唔睇到？地盤嘅戌走翻嚟呢度，由呢度引上嚟嘅，睇唔睇到？引咗上嚟嘅戌睇翻我個地盤係有嚟嘅，有睇翻上嚟，呢度宅，呢度係我。為我事主宅主，明唔明？佢引咗過嚟有度，戌下邊個有下邊落個身度，睇唔睇到？身上邊係個未嚟噶，睇唔睇呢個未啊？太上居未啊？睇唔立財嚟噶，好嘢嚟噶。呢個未係邊個啊？係佢嚟噶，因為個忌宮丁己忌未，識唔識睇啊？明唔明啊？所以由前後嘛，由後引從上嚟俾日主噶呢間屋，佢係好嘢嚟噶，識睇未？前後引從升之家，下邊嗰一句，後邊一句，第二句，首尾相見，
始終異，睇唔睇到啊？首尾相見始終異啊！原來我哋睇到呢個隱藏係首尾都見到噶。依間屋係可以住嘅，睇唔睇到啊？你坊間有啲平台，有啲論壇做緊咩啊？鬧我啊嘛！呢條死老嘢，淨係教心孕符而唔教不法符。而家我哋做一次俾你睇，不法符加心孕符入去噶，淨係呢兩句你唔識解，你就睇到係點樣隱藏上嚟噶。依間屋係可以住噶，再解埋心孕符更加係可以住噶，睇唔睇到？好啦，咁我哋要知道依間屋可唔可以用？可以去住啫，用唔用到啊？我哋將個流年飛星擺入嚟，個流年飛星係一日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將佢擺咗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嗱，我哋睇清楚呢一樣嘢嚇，佢有大派嘅，因為呢度2、5、8、2、5、8，坊間教我哋嘅咧。唔係病符病位嚟嘅，啱唔啱？唔瞓嘅，呢個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呢個2、5、8啦，我哋要知道有一句術語啊，係放空啊。如果放空嘅2、5、8就係咩嚟㗎？佢哋坊間講嘅門窗直去嘅。就係穿心煞，其實呢個穿心煞啊，一直都放空，一力嘅門窗會穿晒㗎啦。呢個穿心煞係必須要睇流年太歲嘅飛星。9執流年擺落去啊，要睇9執流年㗎。如果9執流年形成咗放空，先係穿心煞。咩叫放空啊？即係呢度有窗，呢度有窗，呢度有窗，先至叫做放空。佢而家唔同位置，如果呢度有窗，都係叫做放空，都係穿心煞，唔係直通。但係門對窗，如果啱啱2、5咧，好似今年有啲屋咧係門對窗咧，嗰啲一定係穿心煞，係好容易中啦。但係呢個唔係，所以咧，我哋要睇用唔用得咧，攞個流年嘅太歲飛星盤9執流年擺落去就知㗎啦，用唔用得？依家反而調翻轉玩啦，佢唔做到2、5、8，佢反而做到1、4、7，因為個大太極喺度，細太極喺度，1、4、7嚟㗎，係放空嘅呢個門嚟㗎，明唔明啊？有機會做到1、4、7嘅呢度，一係中間㗎，將個中間褪咗落嚟啊嘛，4仔就走喺呢度啊嘛，所以係1、4、7嚟㗎。喺門度啊，所以有機會放空。當佢放1、4、7放空咧，1、4、7放空咧係咩嚟㗎？就係7星打劫。1、4、7放空就係7星打劫。劫下一年嘅財運，所以依間屋係1、4、7嘅劫財運，有機會去劫佢㗎，有機會去用㗎。好啦，我哋知道咗呢個可以用嘅時候，我哋要揾擇日，點樣擇邊日俾佢用？我哋係睇得好清楚㗎。佢係幾有日？係幾多號啊？
呢個係4號嚟㗎，所以咧，我哋建議佢幾有日啊嘛，我哋建議佢4日後4、5、6、7幾一日安床，係7號安床，7號。係建議佢7號安床，7號安床嘅直系星係乜嘢啊？青龍，做埋天星㗎。好啦，呢一日只係青龍啫，喺咩時間安啊？有時安堂唔住人啊，佢入唔入伙？因為點解啊？因為青龍居子右江個男主人唔黐家㗎，所以唔用得啊。但係因為用個男主人，因為佢係單身㗎，幫佢吹埋個桃花翻嚟，吹個青龍翻嚟。安嘅床係咩床？龍床。龍床一日貴子，子就係仔女，貴子子係仔嚟㗎，生仔㗎，明唔明啊？用埋貴子喺安床貴子，有時青龍居有係生角，唔係蛇嚟㗎，佢出咗嚟，佢出現啦，安床就出現啦，因為你將會同你另外一半。青龍就係代表女士，就係代表丈夫嚟㗎，佢將會出現喺場度着陸，明唔明啊？所以你就知道係咁樣喺度睇㗎。擺咗落去之後，然之後入伙嗰日係乜嘢啊？係9號。9號入伙。喂，9號係咩日啊？9號係咪9號嚟㗎？係天刑嚟㗎。天刑即係乜嘢啊？天刑即係騰蛇，而點解要揀呢一日啊？佢呢一日係朱雀居人，係咪？朱雀居人係乜嘢啊？係安巢、良禽擇木而棲，所以係用埋呢個地盤用㗎。良禽擇木而棲係安巢，喺度建立自己愛巢，雀仔喺度建立明唔明？而當日嘅天刑行蛇居人係乜嘢？係入林，入咗林，即係話是翻去佢嘅世界嗰一個新嘅好自由自在嘅覓食嘅生活嚟㗎，係佢嘅地方嚟㗎，所以入林㗎，所以係用呢個時間行蛇居人入林。天刑用乜嘢時？用辰時，朝頭早9點前8點零鐘入去拜神，勾陳居神助印，係陪人助印喺度做準備晒所有嘢，給個印俾你。而騰蛇居神係乜嘢？象龍似樣啦，
係啱噶啦，係做得噶似樣，所以你就知道咧呢個咧係用六壬數集埋日，配埋筆法符，配埋心印符，配埋飛星，一次過擺入去噶，得唔得？多謝各位，呢個我嚟介紹用噶。